願你平安2026音樂報導會喺2026年5月16號夜晚喺澳門聖公會賽高中學舉行。今次音樂報導會嘅主辦單位係澳門工商基督徒團契 CBMC， 聯同宗教會、機構同神學院一齊協辦。協辦單位包括澳門基督教聯會、聖公會、澳門傳道地區、澳門聖經學院、澳門路德會聖彼得堂、基督教恩林教會、澳門基督教愛倫教會同埋澳門基督教以馬內利教會。大會請咗2位分享嘉賓，包括香港創作歌手黃建文同埋鋼琴家、作曲、填詞、音樂總監兼演員徐偉賢。而今次音樂報導會嘅信息講員係同福聖經學院院長何志迪牧師。何牧師分享話，近年天災、人禍、戰爭發生嘅頻率越來越頻密，甚至呢啲災禍對我哋生活嘅影響同埋距離越來越近，人心入面難免會有好多擔憂。今年大會嘅主題願你平安係嚟自聖經約翰福音第14章27節，我留下平安給你們，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，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，你們心裏不要憂愁，也不要膽怯。呢個平安，如果睇翻聖經咧，已經喺度喎。呢個平安，佢點樣先攞到呢份禮物係屬於佢咧？佢一見點樣啊？伸出佢嘅手去接呢個禮物係咪啊？